的副前人为我们开班致辞。恭请前人慈悲开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副前人好。副前人好。各位前请坐下。喂，前日咱各位点位所在点，咱各位助理、领袖、副领袖，以及咱各位组长、同修代表，大家早安。副前人早安。希望天伦书店，会使甲讲一年之计在春啦吼。那今日嘛拄正月13日，这个丙午正月13日，也是咱宜游圣堂的这个新春思想班。当然，咱每一个参考以上的这个单主人才，拢知影咱这个班的重要性。这是例行性的工作，例行性的工作。那么佮讲起来，就是讲，咱每一个参考以上的这个人员，拢是咱老祖师的弟子，拢是孙师傅的弟子，拢有资格能入这个班处，拢有资格能入这个班处。简单讲起来，咱就是伫家内，咱是门墙内的这个弟子。这是一个非常的殊胜。当然，今日若毋是有参考以上，当然咱嘛无邀请伊来。即使伊来，嘛是做一个旁听啦吼。所以咱来知这个重要性。毋过呢，咱知影当中呢，这个弟子的重要性，伫咱护学离间处会二班嘛讲了足清楚。因为当做老祖师的弟子，要做孙师傅的弟子，这毋是遐简单的工作，迄毋是简单的工作。就参照讲，当年你离佛教上，你离佛教要做佛的弟子，敢遐简单？要做了咱过去释迦牟尼佛以前弟子，若要甲讲起，拢爱剃头做和尚，剃头做尼姑，伊就足侪解，互你解袂了。毋过呢，到咱末法时期，咱北洋正法时期，咱今日会当做老祖师的弟子，会当做孙师的弟子，只是要求咱入了五戒院，五戒院，简单讲起来，入了参考戒院，是基本是爱接这个院。那你入这个院了后，你是甲一般顶已经无相共，啥无共？一般顶叫做凡，咱来到这个世间叫做凡夫。什么叫做凡夫？凡夫就是讲，咱来到这个世间一定要接受轮回。换一个解释就是讲，你犯罪，才会来到这个世间；你犯罪，才会来到这个世间。你若无犯罪，你若无业，你就袂来到这个世间。所以因此，咱来到这个世间，斗一个叫做犯业。业甲恁业掉咧，业嘛甲恁拔掉咧，所以咱能够拔到安怎？然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毋过呢，咱今日会当做佛的弟子，咱跳出着这个凡夫，跳出着这个凡夫性。若跳出这个凡夫性，我和一般顶的人敢无相像吗？伊嘛是人，我嘛是人，敢无相像吗？当然，若咱看到的，咱的地位无比人较悬。咱的金钱嘛无比人较济，甚至咱的岁月嘛无一定比人较重。毋过呢是安怎，你甲人无相像，因为你是一个大凡众生。大凡众生就是讲凡人，咱这个凡人咧做菩萨事，咧做圣事。凡人咧做菩萨事，这叫做大凡的众生。咱是师父的弟子，咱是老祖师的弟子，咱的思想，咱存在价值。
就和一般顶的凡夫无相共。毋过呢，咱看到，那咱凡俗的智慧、凡俗的知识看到，咱会感觉咱无啥物特殊，咱无比人较有读册，咱无比人较有钱，咱嘛无比人较有地位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咱毋是咧比世间法，咱是咧比出世间法，这嘛免比啦吼。你有到迄个价，就是有迄个价；你无到迄个价，就是无到迄个价。毋过呢，今日咱每一个台湾的众生，咱一定在每一年离新春晚甲火锅晚这两个班次，一定要入。伊是安怎一定要入？因为你甲人一般顶的凡人凡夫都无相像，一般顶的无亲口无念着了，咱的亲口法都无相共。无相共，所以呢，咱一定要认同咱家己的价值，认同咱家己的价值，你才行会出来。维修到哪呢？这是例行性的工课，我敢一定爱出来听班，我敢一定出来做这工课。好，维修到尾啊，足可惜，伊毋知这个权利，这个思想，是因为你当有资格，别人无资格。但是你宁可要把你这个资格。要甲ฮ็掉的，安尼叫做啦，安尼叫做迷惘、迷惘。你迷失着你家己，你是懵懵懂懂咧做你自己的主人，安尼有可惜。你会当做迄个地主啊，你会当做菩萨的地主啊，你会当师父的地主啊，你还阁迷失你家己。所以拄到这个班次，要叫伊来开班，我相信讲，咱以后性德。所有的亲口，毋是昨甲今日去这两班，拢总是480项，包490国语单语入90，多580项。我相信讲咱以后性德亲口毋是这个人，是毋是这个人？因为真济无出来，嘛真济有病痛无走出来，这是安。当然病痛无走出来，迄是一个意外，我的身体就袂堪一无走出来。当然，这是无法度人去讲，我的身体都无法度。但是你身体有法度，你家己要爱出来，含今仔日一年一间的新春甲火锅饭，你家己拢要有理由，你家己拢要有理由哦。这若要甲讲的，这是对你家己的价值，就是作生啥哦。你无认同你家己，你无认同你这地位，你今仔日对你家己无信心，所以今仔日。咱非常难得，我嘛恭喜着咱今日，咱其实咱伫末法的当中，会当得到正法，咱这点台湾众生，会当每一个人会当好好受学。不过呢，因为今日开始的一切，咱学学当然来替咱前人来讲着一寡，因为每一个班次拢有一个前言，咱学学替前言。来讲到这个前言啦吼，2026年新春的气象班的这个前言啦吼。不过因为咱学校这次的迄个前言前言，咱用着无大精心、随力来面对着2026年时局的变化。因为今年叫做公元2026，咱的国民叫做15年啦吼，所以呢，因为旧年叫做2025年，今日叫做2026年。但是，若讲世俗如期安怎局局新，世局如期局局变，咱嘛知时局的变化。这个时局的变化，今仔日明仔载后日，因为伊的变化安怎，你拢无法度预知，没有办法预知。但是你若无有一个真健康的心理，有一个真正正确的思想，你面对这个局面的内底当中，我相信讲每一个人都被抬出去，每一个人拢叫抬出去。我来讲一个足简单的比喻，风台要来对不对？要变化安怎？你知影无？离你的思想上来讲起来，风台已经扫过去那边了，我嘛拢安然自在，我嘛拢无感觉安怎。嘛袂讲偌大的损失，敢是安尼？毋过呢，有一日这个风台会当互你想象，会大甲小袂？会当互你想象大甲小袂？你袂当想象。当然，你面对着你才知影，面对着你才知影。
毋过呢，因为大甲小也未来一情，咱的和睦也未来一情，你是不是心理上要准备好势？你要有上摆拍算，要安怎把咱的厝边头尾啊，咱的水沟啊，咱的厝顶，咱的所有的物件，甲绑好势，甲搞好势，甲安好好势。那安尼当中呢，如果这个风台来，对这厝的这阵风台袂对咱家己会损失足大。这叫做安那面对着了2026年国人所面对着的变化，拢无相像。虽是讲有定些面大陆上，大家拢安尼，但是有个人，个人的啦命运，个人的因果，个人的业力，个人的环境，完全拢无相像。毋过呢，这个什么人爱去面对，足简单的道理，就是你个人来去面对。但是你个人去面对，你要安怎去面对？咱着变成一条白纸，我嘛毋知要安怎。我毋知安怎。所以今日咱伫新春的志向内底当中，甲咱即个提供这5种的即个伫心理上，伫面对着咱未来的即个环境内底当中，咱要安怎去预防？当然第一个叫做思维症，然后舆论预防。你复杂在复杂混乱的局面中，能冷静思考，以不表面上的迷惑，快速理清头绪，找到解决问题关键路径。这就是来讲，咱一个人的思维有重要无？思维造成一个人的命运。六祖甲你讲，思维善思，即行善行；思维恶思，即行于恶行。自性变化成道，这个物件，你自性变化出来，咱的一个思维。你思维中若乱，安尼当中，可能你做的物件规盘拢总乱。你思维中若清，你会当以清制度，你袂受到咱面对着这个环境。面对着你的这个业报，对你甲你摧残，因为你有法度去甲应付。所以，咱今日伫修学道来讲，这个时局的混乱，这个时局的复杂，咱毋是佛家的回向，咱毋是佛家的念功，讲遁入空门，伫庙寺内底关在咧修行，咧念有说法。而咱面对着社会这个环境，就参照我来说一个简单的比喻。你今日去入教练条。你入教练场，咧开车、咧开车，上坡起步，路边停车，红绿灯停下来，这是一个画作好的一个格数里啊。你马上来讲到路边停车，迄个路边叫什么停车？你拄着什么物件当中，你安怎停，迄是一个魔术。但是你面对着这个大环境的内底当中，你一只车开错外口，你开车的时阵。你面对着遮一复杂的环境，遮一复杂的耳朵摆啊、轿车，什么车拢有。为而考试考过出来，毋敢开车一堆；考试考袂驾照，确定毋敢开车一堆。是安怎讲？伊面对着这个环境内底，伊怎毋知要怎？伊怎毋知要怎开你条？但是你教练着也无车，你甲伊争先恐后，嘛无耳朵摆向对边仔挤来，嘛无人怎对边仔冲出来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咱今日面对着这个大考试当中，要安怎去应变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行为。所以呢，伫这修学道内底当中，咱一定要了解，因为一定要冷静来思考。伫思考中，才当生智慧，唔免为着咱的表象快速理清头绪，因为作者表象不是真相，咱看到的表现唔是真相。我今日来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喻。现在这个社会，恁有听 AI 啦吼 ？AI， 迄个 AI 要做到什么形体就有。我这日仔在咧讲笑，人看到我这张相片，你莫笑，也莫甲当作真的。因为我的相片和阮太太，因为我这回伫亚文两夫妻坐在一个椅子上，因为前几年甲我翕相，甲翕起来。
啊，阮两夫妻翕起来对不对？我穿的嘛毋是西装啦，啊，我穿的嘛是一般顶的衫裤。人用着我一张相片，甲做甲阮两个翁仔某拢穿，我穿白西装，啊，甲白内裤带，啊，穿白裤，啊，阮太太丝啊，迄个新娘丝啊，吼，是拢总白。简单讲起来就是讲，本来是一个无事实的物件，但是我用 AI 变起了后，你甲当作变成事实。哦，有钱人即摆罗曼蒂克，即摆行到这个时代70岁啊，要叫做选结婚，啊，要叫做什么婚啊？其实迄是造假，迄袂真的。好，迄叫做表象。那你表象的当中，你若不用智慧，你会当作是什么？你会当作是真的，那不是真的。但是你若看到我这张相片，你们笑笑就好。我还太太讲，你千万往这个相片给我传出来。我传出我后尾要解水，这我解水袂了。吼，安尼对吼，因为众生遐日之外，伊看是表象，我看到是安尼。但是迄是 AI 做的，它不是所有的真相。哦，一点一点，实际就是这样。不要被表象的迷惑，所以快速理清头绪，当然来了解伊的源头，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。问题有怎解决？就是你找不到源头。你若找到源头，你咧处理足简单处理。我来讲一个足简单的比如，一粒时间，人拍时间，要互伊透。哦，比如讲，迄个15分钟咧透这个间，有人紧张咧甲透咧到底变成拍时间你听。但是咱若有智慧理清这个角是安怎结的，人对迄个源头咧透足紧的，唔免15分钟就透起来。因为伊有足冷静、足清静去看到这个源头。毋过呢，咱一般顶的人，若无有真正足清15分钟，我15分钟若无透起来就输去啊！你离开始要下手的当中，你就足急啊！敢是安尼？啊，若愈急呢？愈急呢？所以越急越糟糕。就我想的比如，咱咧牵鱼啊，掠鱼啊，恁听无？较早人鱼仔咧牵网啊，迄网啊若一个对面牵过啊吼，迄鱼仔若逐只都跳来，迄逐只都落入网啊，逐只都落网啊，因为鱼仔紧张一定会撞。那撞了后，伊逐只落网啊。毋过即只鱼仔哦，智慧，因为即只鱼仔伊定位到底困啊底，迄个网啊，我看到只板啊，因为伊都用困啊底，迄只鱼仔躲伫网啊顶，迄个网啊顶。网仔顶躲伫鱼仔躲伫网仔顶下底，躲伫网仔顶下底，伊牵过牵袂着，迄叫做沉着主气。而咱伊咧修原则嘛是爱有即种的观念。第二就是行动，咱的行动一定要精，所以袂使上过头搏杀，袂使上过紧缩。做这代志嘛，因为咱家己上过头急躁。所以人一句话安怎讲，食紧拢破碗，有安尼讲无？所以呢，讲步步为营。什么叫做步步为营？透过着咱社会一句话安怎讲？一步一脚印。敢是？每一步、每一步拢是行得着定稳扎实，注重细节和质量，以静制动，达成目标。接着讲行动的当中，当你要做一件代志，要做一件想清楚。唔通还未想清楚，你就开始要做。那安尼当中呢，咱会安怎？咱一定会死甲一歹看，啊嘛输甲一歹看，因为你还无了解，所以呢不急躁冒进，唔通做急躁，就要开始要冲，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来。所以你的6度跟你讲叫做忍辱波罗蜜，忍得住，智慧就会提升。忍不住，你就知识就提升。地性就是足急躁的物件，智慧是足沉稳的物件，所以每一步都是要沉稳扎实，一步一脚印。虽然你足急躁的内底当中，但是你的智慧你无复杂，你的智慧无拍时间，所以呢，注重着细节甲质量，做出来要有质与量。这才是真正。你做什么代志，你所爱的物件，那叫做成就，也叫做成功。
所以以前这种以达成目标，以达成咱该要做的工作。第三点就是讲言以正，谨言慎行。当然，这讲到要哪样这是道中应该大家都不陌生。不过呢，不陌生，一世人咧修就修这物件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的第2分甲你讲：须菩提问佛陀，云何？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这句讲偌久啊？讲到这2559年，今年泰国个2569年，这句话继续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我请问咱有安住着咱这真心无？咱有降服着咱这个梦想心无？有缘咱真安怎舞这工课？2000几年后，咱舞这工课，这个工课讲实讲少，过足者。咱讲三业：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这叫做三业。三业点开来叫做食恶业，食杀盗淫，嘴不好两舌妄语绮语。意业就是贪嗔痴，这大家讲较难晓，对一个讲师无讲实。但是言语，因为虽然讲大家拢知影，不过这个提醒戒慎，甲咱交代，阮遐较早一个詹先生，詹金水先生，伊阵70外岁，因妈妈要甲18岁、90几岁。虽然，你若出去车就骑较慢，学做我就骑较慢的，你毋通骑上紧。伊安尼讲，我的孙拢已经娶某生囝，我的孙拢娶某生囝，我只是做人的公，我要做祖啊。阮妈妈真逐日嘴嘛咧交代讲，水的，你的车安怎爱骑较慢的？因为安怎讲？因为总是前辈者对咱的奉行，前辈者对咱永远他的孩子。但是你伫道场前辈者一直在甲你交代什物件？你要讲话小心，莫犯了这口业，一直甲你交代。要甲你交代袂使，因为咱离凡俗的世间会犯着这物件，所以你才来讲，不会口无遮拦，滔滔不绝。讲话以前要先思考，言辞谨慎，片面何从口出，用适度的言语来表达精准的意思，言语清。你讲这个工课，你讲这个话。你一定爱，你爱家己做清楚的，做清楚。所以来讲，一言若说出，驷马就难对。你讲出来，这句话讲出来，你救会倒转来。你无讲，人会讲你安怎？你讲出来，咱就知你的受理。所以六所安尼甲你讲，说通及心通，如今就照虚空。微传见性法，出现不相送，无相送的人讲，说通，你讲有通无？你甲心有通无？口说通心通，叫做一心，叫做心甲口一定。所以人讲你心甲口无一定，你嘴讲一项，心想一项，有无？人安尼甲你讲，所以迄就代表咱内心世界甲咱这个嘴讲出来的物件无合则。所以若安尼要咱如何处理空？袂安尼要微传见出现破邪宗。所以咱所讲的就是业，咱讲的就是好，所以因咱甲你讲，甲你交代，对咱自身无帮助，对众生无帮助的话，咱尽量莫讲，讲出来对你无好处，嘛对别人无代表好处。但是既然对你无好处、无帮助，甲对人无帮助，你讲这话要创哪？这个话毋是多言嘛？毋过呢，咱就是不讲，我的个性就安尼。你的个性就是你的病啊，你的个性就是你的业啊。咱要修就是要修这个个性啊，因为这个个性形成这种个体是对来啥？对咱的遗传性、咱的品性加上咱的习性，造成咱的个性。习就是这个世间学习，品性是秉自你过去世来的物件，品性甲个性合起，品性甲习性习惯性的习，加起来等于你的个性。但是人即句话讲三可以，性就难改，所以改咱这性无好改。毋过你已经形成啊，你无改嘛就爱改。
无好改，确实无好改。所以伫这当中，甲恁讲，斗啊改，言辞谨慎，爱作思维。当你要讲的时阵，我当时听到前辈才来甲交代，爱小心再小心，爱谨慎搁再谨慎，避免好上口出。咱的心若咧起躁，咱的心咧袂爽的时阵，尽量不要讲话。这个叫做讲，尽量不要讲话，讲出来都无好听的话。所以你在用适当的言语来表达真正的意思，适当的言语，不要急躁的言语，这点当中呢，第四点就是讲决策进，深思熟虑，在想要细节时间啊，面对重大抉择时，不冲动行事，而以冷静分析各种的利弊，全面的考量，做出最适合自己加长远发展的决策。这就是讲决策。你要决策一件代志以前，你有想清楚啊未？你有感觉足肯定啊未？长程、短程、中程，你有了解足清楚啊未？所以你面对着这种决策的时阵，咱一句话，这条对台北，这条对高雄，但是你要对台北甲对公里遮这条，你选择台北，唔过你要去台北哦，你要到台北去哦，但是你的决策若甲走去高雄去，差之毫厘哦，一点哦，是。咱台北3点钟就到哦。你都坐对高雄，搁坐对台北，搁坐台北，坐到等下上海坐1日哦，差有济哦。意思讲，你代志要出来以前，你有看清楚啊未？迄回去到高速公路，昨刚新闻讲的，讲就去迄个小西站，小西站去遐变速了了，才要开始开车，唔知台北对对行，唔知台北行对调，唔知南部行对调。要对南部去，总个忽落对台北去，忽落对台北去，敢袂当想把头倒转来？你爱得现走到头前，到了才坐倒转来，敢是？你要开车以前，你有看清楚你要行路线未？你有看清楚啊未？所以这足重要。所以参像阮咧今日办道，要做一件代志，咱有思考，咱今这个工课要来做较成功，要来导较着人，要来考导较红点。咱有思考，所以咱开会就是开的这个物件。过去大哥老先生讲一句话：不会开会就会，不会开会就会。开会就是大家的言语，大家智慧，按他来做，才能达成目标。唔能开会，无开会要冲啦，就不需要去好好。最后一点，也是心态静，看淡得失，无论是功成名就，还是责无挫折，内心波澜不惊，唔免互一时得失左右你的情绪，始终保持平静的淡然。这个意思是讲心态，心态，会造成状态，状态会造成成败。心态有重要无？如果你这个心态不健康，你心态不健康。你心态要健康，你做什么代志都袂成功。我绝对无骗你，因为你的格局太小。今日的讲师完全的讲心胸的问题、格局的问题、志向的问题。这2天的道学，这几个月都他们讲这个心态，演变你的状态，你的行为造成你的成败。所以成与败，在你的什么心态非常重要。所以，咱一定要了解，无论是功成还是名就，还是挫折，这2种的物件，有成功就有挫折，有挫折就成功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呢，有一句话安尼讲，成果它的代价是来自于痛苦的，成果的代价是来自于痛苦，成就的代价是来自于诽谤的。但是这是一个常态，但是你常态你甲当作是一个世事的物件，当作足重要的物件，你没有办法去接受，你一定会很痛苦，你一定会很痛苦。所以呢，一定要了解成败，与挫折，你还不要被一时左右来影响到你，唔通
我就听到好，欢喜甲要害。啊，若听到讲，我受气甲要害去。敢是安尼，迄拢做无做到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始终保持平和淡然。时间已经到了吼，讲超过小可啊，所以呢，伫这当中啦吼，咱今日最后一摆，啊嘛，这个2026年，马到祝福各位马到成功，马到有福，啊，马到有什么？有钱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护前人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很赞。